再来看美中科技战冲突扩大，传出讲美国会进一步来限制人工智慧晶片出口到中国，防止中国的军事发展哦。包括辉达、英特尔、乔比等美国大厂，拢可能会受到影响。有专家嘛认为，可能嘛影响到台积电的订单。最近哦，辉达的创办人黄仁勋过来到台湾，伊今仔早起嘛出席鸿海科技日，用实际行动来消停鸿海的电动车。 鸿海董事长刘扬伟加辉达的创办人黄仁勋最近在马路边电动车出场，一路车就成做大家注意的焦点。鸿海科技日18进行，刘扬伟讲，鸿海研发的低轨道卫星已经装上好势，按算11个会当成功。黄仁勋伫咧徛台时阵，学到鸿海伫咧伺服器软硬体整合技术有领先地位，心情敢若是无受到美国金属晶片出口影响。 It's a beautiful car. This is an ideal car for a young couple like Young and me. 美中科技战愈来愈严重，这么传讲，美国刚才宣布禁令，计划要扩大禁止向中国出口先进的人工智慧晶片，也进一步限制出口到伊朗、俄罗斯等国家。外界点名辉达、英特尔、乔比等美国大厂，恐惊受到严重的影响。尤其最近辉达者杀出。 劣化版本的 A800甲 H800晶片，这符合美国先前同意的出口到中国的规范。这嘛新的规定将会限制这两种晶片出口。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讲，新规定是要限制中国摕到美国人工智慧等尖端科技来进行军事发展。美国的政府主要的一个目的，就是希望能够拖累中国大陆在 AI 领域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发展。所以说，中国的晶片厂商未来就不可以投片到台积电。另外，新的规定也将先进晶片出口应该摕到4个的要求扩大到40几个国家。 美国想要全面防止先进晶片透过第三国家输往中国。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透过声明批评讲，新的规定对促进国家安全无帮助，顶多是损害美国半导体生态。其实最直接影响的，很可能就会是台积电的这个部分。一方面的话，如果说 AMD、NVIDIA 他们的人工智慧的晶片，甚至是高速运算的晶片，没有办法销往中国大陆，他们的业绩会受到影响的话，那势必的台积电的头单也一定的会往下掉。蔡焕兴分析，美国晶片销量恐惊下降，连带影响台积电的订单，也有其他增援台港的大商，所来效应会继续扩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